两款夜视仪的一个那个操作说明，从里面拿出来，看啊，首先这个一个灰色的一个套圈，这是个，因为我们的口径的跨度是38到48，跨度很大，只有一个。如果说我们的口径在44毫米下呢，就要套上它，在苗上面就套上它。44以上呢就不需要套它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松掉，里面一个齿轮啊，这是一个伸缩圈，这样怼上去啊，看好啊，这样拧就可以了。好，拧紧了，我们回一下。回一下以后，目的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灯，这个朝上，它们成一条直线，你看到它是一条直线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开机，这右手边的按键为开机，长按3秒就开机了。看到没有？实时光标，苗的实时光标现在与我们屏的实时光标呢，它是不一致的，没有重合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调一下啊，掰一下，或者旋转一下，你看啊。好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蓝色的实时光标现在与苗的实时光标已经重合了。好，重合了以后呢，如果说我们也可以不要着我们这个屏的实时光标。长按3秒，井号键，井号键长按3秒，实时光标就消失了。如果需要这个实时光标，你们再长按3秒，哎，这个实时光标也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，大家？然后呢，出来以后，这个是调清晰度的，大家前后左右调。苗上呢，这个是倍率，通常我们先是小倍率。然后慢慢加，要看清楚的慢慢加，然后再配合这个清晰度来进行调节。这里有个红外开关，这看到没有 ？IR， 按一下就开红外。我们晚上需要开红外的时候，就把它按一下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负就是一个是起一个模式的缩小画面缩小的一个作用，还有就是长按3秒。可以把我们夜视仪的实时光标给清除掉。这是放大，这个是开机键，长按3秒开机，长按3秒关机。好，我们再演示一下啊，我们刚才演示的是套的是39口径的，需要加上这个。你看我们这个口径呢是48的，直接怼上，松掉。松掉以后呢，再怼上，锁紧就可以了，很简单安装。好了，这个我就讲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再讲一款，这一款呢，跟这款呢其实后面的操作是一样，这个是带什么瞄准系统的，你说带8到24倍的瞄准系统，带光学镜的，我们只需要什么呢？只需知道什么？这个是倍率调整，调倍率8到24倍的调整。然后呢，这是清晰度，清晰度一定要把它拉出来，拉出来以后，然后旋转出来。大家看到个刻度没有？看到这个刻度了，然后用眼睛对着显示屏，对着显示屏，啊，对着这个显示屏。进行怎么说？前后左右进行调清晰度就可以了。其他操作跟上一款是一样的。还有一个模式，它就是说眼睛如果近视的人，近视眼睛，如果说有这个老花眼睛呢，我们一个镜片，这
也可以正面，有时可能是正面清楚，有时反面。你就老花了以后把它压下去就可以了，把它装进去啊，会好一些。老花正常眼睛就不需要装这个镜片。